灵溪阿跋陀羅寶經第3卷，老宋救納跋陀羅譯。靈溪阿跋陀羅寶經卷第3，一切佛語心品之3。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：以聖心分別通相，我今當說，諦聽諦聽，善思念之。大慧白佛言：現在世尊為人受教。佛告大慧：有3種以聖心，分何為3呢？所謂三昧六正受以聖心，各法自性性以聖心，種類具性無形足以聖心，修行者了知初地相精進相得3種心。大慧，分何三昧六正受以聖心呢？為第3、第4、第5地三昧六正受故，種種自心之境安住心海，其浪色相不生，知自心現見解成非性，是名三昧六正受以聖心。大慧，分何各法自性性以聖心呢？為第8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，身心轉變，得如幻三昧及以三昧門，無量常樂自在名，如妙華莊嚴，純潔如意，猶如夢幻水月鏡像，非做非所做，如做非做，如做所做，一切色清淨其分其足莊嚴，隨入一切佛剎大眾，通達自性法故，是名各法自性性以聖心。大慧，分何種類具性無形足以聖心呢？所謂各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，是名種類具性無形足以聖心。大慧，以彼3種心相觀察覺了，應當修學。爾時世尊欲中宣此義而說偈言：非我性大乘，非說亦非義，非地亦非地非解脫，非無有境界，連成無可言三摩地自在，種種以聖心，自在華莊嚴。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說，欲男子如人行5無間業，不入無得地獄。世尊，分何男子如人行5無間業呢？不入無得地獄呢？佛告大慧：諦聽諦聽，善思念之，當為你說。大慧白佛言：現在世尊為人受教。佛告大慧：分何5無間業？所謂殺父母及害羅漢，破害眾生，惡心出佛身慧。大慧，分何眾生母
为爱经受生谈喜记，如缘武力无名为父，生立处记录断离根本，名害父母，彼诸事不现，如此独法，诸法究竟断彼，名害罗汉，混合破经呢？为义上主因，甲合则其究竟断彼，名为破经。大会不觉外自强上，自心限量七色身，以三解脱无漏恶相，究竟断彼七种色佛，名为恶心出佛心会。就男子女人行处无间者，名我无间事，亦名无间业。复处大会，有外无间，今当演说。念及以菩萨摩诃萨，本是义，以未来世，不对一切。分合我无间，为先所说无间，欲行处者，以三解脱，一一不得无间定法。独处法义，以化身力现无间定，为声闻化身力，菩萨化身力，如来化身力，为以作无间罪者，独以悔过，为劝发过，身力变化，现无间定，无有一项作无间事，不得无间定法，独觉自心限量，离身在妄想，离我所摄受，迄时无善知识，解脱依处，常事妄想。你是世尊欲中宣处义，理说偈言，贪爱名为妙，无明即为父，觉见识为佛，自始为罗汉，因集名为经，无间处地长。为是我无间，不入无得觉。你是大慧菩萨，复别佛言：世尊，为愿为说佛之知觉。世尊，何等是佛之知觉呢？佛告大慧：觉人法无我，了知离众，离离众事，断离烦恼，是名佛之知觉。声闻缘觉得处法者，亦名为佛。伊是因缘果，我说一乘。你是世尊欲中宣处义，理说偈言，善知离无我，离将烦恼断，应离离众死，是名佛知觉。你是大慧菩萨，别佛言：世尊，何故世尊于大众中，从如是言：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受生，我念是作曼陀罗转轮圣王，六牙大象及
鹦鹉鸟，色体还因，神眼神灵，如是等百千成经说。佛告大会，以事定故，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以大众中从如是言：我逆时作苦留孙，故那含摩尼加入佛，分合四等为二等、义等、法等、心等，是名四等。以是中等故，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以大众中从如是言：分合二等咧。若自称我为佛，彼自称一切诸佛，彼自自性无有差别，是名二等。分合二等咧，为我64种梵音言语上升。彼诸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亦如是64种梵音言语上升，无增无减，无有差别。加能并起梵音声性，分合心等，为我以诸佛法身及色身上好，无有差别。诸为调伏彼诸去差别众生故，是现种种差别色身，是名心等。分合法等咧，为我及彼佛得37菩提分法，摄说佛法无障碍智，是名四等。是故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以大众中从如是言：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利说偈言：家业苦留孙，故那含是我，以此四种等，我为佛子说。大会复白佛言：如世尊所说，我将无业得罪正觉，乃至无业涅槃，以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，亦不依说当说，不说是佛说。大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应供顶正觉，何因说言？不说是佛说咧。佛告大会：我因二法故，作如是说。分合二法，为言自得法及本自法，是名二法。因此二法故，我如是说。分合言自得法，若比如来所得，我亦得之，无增无减。言自得法究竟境界，离言说妄想，离字离处，分合本自法，为高善圣道，如金银等性，法界常住。若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界常住。如去彼圣道，譬如士夫行旷野中，见向古城偏袒正道，即随入城，
受如意乐，大会意义混合，比师傅作识道，及城中种种乐也，答言好也。佛告大会，我及过去一切诸佛法界相助，亦复如是。是故说言，我将摩耶得最正觉，乃至摩耶涅槃，以其中间不说一字，亦不以说动说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我摩耶成道，自摩耶涅槃，以此离中间，我都无所说。言自得法住，故我作实说。彼佛以及以我，实无有差别。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世尊，唯愿为说一切法有相，唯愿为说一切法有相有无有相。令我及以菩萨无好实离有无有相。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告大会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大会白佛言：现在世尊，威能受教。佛告大会，此世间已有二种，为已有无。对性非性欲见，不离理想。大会分合世间已有，为有世间因缘生，非不有将有生，非无有生。大会比如是说者。是说世间无因，大会分合世间已无呢？为受贪废痴成意，然后妄想计着贪废痴成非成。大会若不处有成者，性上执正。故为诸如来声闻缘觉，不处贪废痴性，为有为无。大会此中何等为坏者？大会白佛言：世尊，若彼此贪废痴性，后不复处。佛告大会，现在，你如是解。大会非但贪废痴性非性为坏者，以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。所以者何？为内外不可得故，烦恼性而不异故。大会贪废痴欲内欲外不可得，贪废痴性无心故，处无处故。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，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，别以别因非成故。大会若有别者，应有别是别因故。大会如是说坏者，是名无所有相。大会因是故，
我说宁处宁见如须弥山，不起无所有正常万空见。大会无所有正常万者，是名为坏。对自强相见期望，不知自心限量，见外性无常，插立点转坏，应该立相思流自变灭，离文字上妄想，是名坏者。你是世尊略中山处义理说记言，有无是两边，乃至心境界，净土比境界，平等心即灭，无处境界性，灭非无所有，有事实如如现成境界，无证离有生，生义离复灭，因缘有非有，因缘有非有，不自我教法，非外道非佛，非我亦非伊，因缘所集起，分合离得无，随集因缘有，随集因缘有，离复说言无，舍见内心法，妄想皆有无，欲知无所生，亦复无所灭，观处色空寂，有无两距离。